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我的肚皮也开始老化了。元宵，元宵，元宵，爸爸，我终于活过来了，我没死，我又见到你了，爸爸。傻小子，你不是长命百岁的吗？爸爸，我得了怪病，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，爸爸。你不是说过自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还会怕死呢？你没得怪病，这只是一个魔幻的法术。哦，魔幻法术是72变吗？比那个还要厉害，李家多变啊！呼！厉害吧？爸爸，你真的比孙悟空还要厉害10000倍呢！但是这些呢，爸爸只是刚刚开始学，道行还不够深。哎，要不我们两个一起来特训怎么样？好，爸，那我要跟你一起去特训。嘿，嘿，嘿，嘿！但是呢，你要先恢复你的元气之后，才能增长自己的内功。快躺下。又怎么了？爸爸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元宵，对不起，爸爸让你操心了。爸爸以后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，一定会。嗯。
你确定是冉冉下的手？我已经确定是他了。我当时也很惊讶，看他平时文弱不说话的样子，真没想到是他。可为什么冉冉要对元宵下手？那个疯子司机又是谁？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眼熟呢？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暴君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当初你抢了我的妙智，却不好好珍惜，为了这个昭仪，忘了国家，忘了妻儿，你怎么为人君、为人父、为人父啊！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要见柳儿。怎么样？睡了吗？还是个孩子，怪难为他的，都怪我不好，没能抓住冉冉。医院来电话说，那拓跋将军逃走了。你也知道那个拓跋将军？也是怪我。之前柳儿他们跟我说过的，是我疏忽了。这么看来，在咱们家门口袭击黄辉的，假扮快递被元宵打的，假装是粉丝袭击芬妮的，还有那个元旦前夜袭击元宵的，是同一个人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暴君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？当初你强抢我的妙智，却不好好珍惜。现在想起来，他追了我那么久，无非是还没有忘记那件事情。你们认识啊？一位有过节的故友。故友？我不认识的故友？真的有拓跋将军？我可能来自古代。老大，这事儿你跟我说过。我是个粗人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想知道，你现在是不是什么都想起来了？不是全部，只有些片段。但是我记起了拓跋将军。你和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他至于这个样子吗？对一个孩子下手？他跟我仇恨在深，无非是想杀了我。可他却不下手，只想要我的血。血？他绑架我的时候，只抽了我的血。我还想呢，就几天没打针，至于现在这个样子吗？他的目标无非是我跟元宵。之前闹了那么大的动静，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绝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好，一定要派人保护好元宵。还有，峰峰，放心吧。他怎么样了？我打电话去医院，医生说现在没什么大碍，再加上黄辉24小时的贴身照顾，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这小子果然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。好，老大，你不打算去看看他？就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被他看到的话，他肯定会非常的担心我。还是等我好点的时候再去吧。不是，你现在这么做，不是和以前一样吗？鳄鱼，你也跟了我好久了吧？对啊，四大退伍以后，就一直跟着老大，承蒙老大照顾，不嫌弃我是个粗人。我之前一直没有问你过去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你是对我好。可是现在我这个样子，你再看看元宵的样子，我请你把之前的事情都告诉我。如果再拖下去，恐怕……老大，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我在和你说以前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在这里贪图短暂的安逸的话，我
我不但害了自己，更会害了身边的人。好，我说，姐姐，真是吓死我了！你终于醒了。好了，没事的。姐姐，都怪我，怪我把冉冉接回来，都怪这个冉冉，我们对她那么好，她还恩将仇报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。啊，他一定是去找那个天山的大将军了。黄辉，你也累了，要不回去休息吧。有柳儿照顾我，没事的。真的可以吗？我在门口等吧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正好我跟柳儿也有悄悄话要说。你知道的，两个女人嘛。行吧，那我回去休息一下，顺便冲个澡，再把我爸爸熬的汤给你拿来。替我谢谢叔叔阿姨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手机没了吗？这是你的新手机，我给你存了所有你需要用的电话。谢谢。走了。姐姐，我一想到这些事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姐姐，我觉得皇上说的对，一定是大将军来了。你见到他了？我没有，不过能让冉冉那么听话的，就只有大将军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可是，就算是大将军，那李欢和元宵都已经穿越到现代了，对他也没有威胁了，他干嘛还要赶尽杀绝呢？因为他疯了。我还在古代还在宫里的时候，我就听说大将军没事喜欢自己扇自己，还喜欢自己跟自己说话，他一定是走火入魔了，要不然就是练功被人下蛊了。小心！不要弄坏他的肉体，我还要靠他的血活命。没出息，就知道贪小便宜，将军一定要要了他的命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自己掐自己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自己跟自己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我当时晕倒了。姐姐，你别想了，都怪我。医生让你好好休息，你就别想了啊。喝水啊。老大，也就是说，你赶到时已经没有人了，周围都是打斗的痕迹，而我醒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是。你说浮生是我的小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刚刚明明还说我有7个小弟，那除了浮生，其他的人呢？其他几个都不知所踪。这事我和你一起调查过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但奇怪的是，我明明是见过浮生的尸检照片的，怎么突然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呢？你说，跟我一起失踪的还有叶波的父亲叶佩。是叶佩。他去哪儿了？
其实这1年，我一直在调查叶佩的事情，可是最后还是没有结果。他整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连叶家也全都散了。我估计他是死了。你说叶佩是普通商人，喜欢古物？对，他之前一直找你探讨一些古代文物。古代文物？找我？我真的记不太清楚，他到底是什么人。哦，对了，老大，我一直帮你收着一样东西。这个是你的旧物，之前一直没敢给你，现在还给你。先生，你镇静点。先生，你别这样。放开我！不用陷我于不义之地！你这土猪脑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来这个地方？跑吧，别人逃跑吧！我一个堂堂的大将军，现在成了通缉犯，还是个亡命之徒，都怪你！这些八卦新闻，看1秒钟就忘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让你摆布了。你根本没选择。各部门注意，步行街发现一可疑男子，身穿绿色上衣，身高大概1.8米。干什么呢？这样，来抓我的。什么？奶奶个凶！你连保安都打！保安？将军，快走，走！靠！今天我是猜的响了吗？将军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冉冉已无处可去，只有留在将军身边效命。还请将军不要赶走冉冉。你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，留在我的身边，只会坏了我的大事。冉冉的命都是将军捡回来的，冉冉愿意为您做牛做马。好听的话呢，谁都会说，但是你真的可以吗？对他们，不是也没下得了手吗？冉冉，好了，我累了。不对，你除了对他们没有下得了手，对我倒是没有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。这样吧，留你在我身边，做个保姆也行。冉冉叩谢将军。峰峰那边就拜托了。好的。喂，喂，峰峰怎么样了？柳儿在那边看着呢，我先回去一趟。那天我师兄给我打电话说，老板把元宵带回家了，我有点不放心，过去看看。李欢把元宵带走了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喂，
啊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听声音有点不太对啊？啊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。对了，你一会儿看到元宵，告诉我他那边的情况。嗯，好，放心吧。接电话呀！接电话呀！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我现在倒是不担心我自己，如果真的有什么危险，元宵和李欢应该比我还危险。尤其是元宵，我真的很担心他的情况。柳儿，你帮我去看看元宵跟李欢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姐姐，你放心，你就好好休养，一切都交给我柳儿。风雨哥，你让我进去吧。风雨哥，你让我进去见皇上。皇上他病了，他需要休息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风雨哥，风雨哥，不是，我保证皇上吃了这个他就会好的。你就让我进去见他，见了他姐姐就会好的，要不然他会怪我的。你俩干嘛呢？静静，风雨哥欺负我，他不让我进。我以为多大事儿呢？开门。你可以，他不可以。为什么他不行？怎么回事啊？进去，你快进去，元宵等着你打针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哦，说的也对啊，我先进去救死扶伤了啊，一会儿再出来救你啊。哎，姐姐，不要丢下我不管。鳄鱼哥，鳄鱼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呀。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吗？你是没做错什么，赶紧回去吧啊！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喜欢冉冉。不要提他，回去告诉你姐姐，元宵和我老大都挺好的。鳄鱼哥，我走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